苗族有一个独特的支系，他们远近云贵深山，却信仰基督教，精通西洋乐器。脚踩泥土的他们，能用美声唱出大山里的天籁之音。他们就是阿卯苗族，俗称大花苗。大花苗的服装是古代的战袍样式，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九黎首领忠勇善战的禁卫军。他们历经战火迁徙而来，把兵器绣在了坎肩上，山川河谷绣在了裙子上。图案中暗藏数字，包含对称、垂直、平行等丰富的数学思维，象征着古代的田地城池，既是一部历史书，也是一部地理书。相传古代阿卯人遭受入侵，苗后为了保护苗王，把王冠戴在头上，引走敌人，救了苗王。后来族人为了纪念苗后，每一个成婚的女人都会佩戴三角形的王冠或者发饰。1905年，英国传教士伯格里来到贵州石门坎，受感于阿卯人的求知精神，他留了下来，兴建教堂、医院、学校，并依照阿卯苗族的刺绣图案设计了一套老苗文，至今沿用。在阿卯苗族孜孜不倦的学习传承下，那一带也成为了西南苗族文化的教育高地。今天每年的花山节上，他们都会爬花杆、射花弩、唱山歌、跳芦笙舞，一代又一代传承着这种顽强不屈的阿卯精神。